我平常其实住在台北，但工作比较忙的关系，所以很少回家。那现在搭车回来中立了，回来家里面吃个饭这样子。平常工作比较忙的话，可能1、2个月才会回来一次，什么逢年过节之类的，或是妈妈说怎么还不回来，才会说哦好，我找时间回去。喂。我回来喽。爸爸嘞？还没回来。我刚回来就洗澡啊，进去。姐姐嘞？姐姐等一下就会来了。她说6点半。啊，菜嘞？菜我是煮完了吗？没有，还剩下两道。好。因为太多，我怕会很寒啊。好。所以这位是母亲大人。对，我妈妈。好，进来呀。这是我房间，一直没有收掉。对，时不时回来的时候还有地方睡，要不然要睡客厅。大家好，我是李庆泰，也做的是我布鲁托，爸爸妈妈是印尼华侨客家人，我是台湾出生第2代，目前是舞台剧的演员，也是 Love 剧本杀的主持人。煮牛肚，客家菜。牛肚是客家菜吗？客家菜哦，印尼客家菜哦。印尼的客家菜，是台湾的客家菜。我手下講客家話，要落風油啊，要講客家話。要跟小孩子很少啊。按油呢？啊？按油哦。按油啊，剛好是管哈。如果那个兒子回來哈，我會特別煮比較多，當媽媽應該會知道他喜歡吃什麼啊，這樣子。我侄子的皮肤很敏感，所以他出生之后就很常有皮肤病复发。然后医生是说湿度不能太高，是吗？湿度不能太高，所以只要他有天生怕热啊，他又怕热，然后又怕湿，所以就要开冷气加除湿机。天生怕热会起疹子。如果要动设定吗？不用吧？不用，我也不会，我也不懂。还有才艺吧？没有，我在想我会帮忙什么吗？好像不太会。或是如果我爸爸有一些电脑、手机、3C 的问题需要我处理的话，我就会出手。回家就是度假，但是不能度太久。啊！不要吓到他。我没有吓到他吧？他长好大哦！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他现在会讲话了吗？还没。对啊。他会说什么？不是你给我这干嘛？你的饮料。这个是我的。好像有一些东西不能合在一起。不是，是他们没有卖这个品相，因为他们最一样的。对，我跟姐姐差3岁。就是我上国中，他上高中；我上高中，他上大学，没有在同一间学校里面待过。这个就是有好一个。不好？我上国一的时候你就高中了。只有内地国龙山国小啦。龙山国小了。你3年级的，哎，
你4年级才1年级啊？啊！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星二代吗？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从我有认知以来，我就知道我爸妈是印尼华侨，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爸妈就会带我回印尼了，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哦，我爸妈是印尼人。当时听到我爸妈真的来台湾的原因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爸蛮伟大的，因为我爸来台湾的主因是为了照顾阿嬷，这是最主要原因。然后我也觉得我妈蛮伟大的，但我妈伟大的原因是为爱走天涯，两个伟大原因不太一样。因为我没办法想象我那么孤注一掷的去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度过我的下半辈子。以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难想象的，所以那个时候更会觉得说，哇，我爸妈很勇敢。会吗？我不知道。我刚来的时候不惯习惯，每次过年过节就会想哭。会想到想到家里没有朋友啊，没有家人啊，每天就在家里等着老公下班他很严格，以前不让我自己出去这样子。后面有小孩了，我就出去那个补习班，补习那个夜校的，有没有读中文，慢慢有交朋友就比较好一点。这香蕉一大串的，那还不会太饱吗？你刚刚又怕他饿，现在又怕他饱。有大條啦。要嗎？我來台灣咧只有17歲啦。我來台灣民國76年啦。因為我媽媽歸家來台灣我最細沒想講來順便照顧佢咯，係嘛？來到啲問人哋講20歲去做兵去做兵冇法度咩去做咯。做係2年兵落澎湖，每下都留下來了係嘛？以前来出国是很大的事情很开心想到来台湾很开心结果来到一阵子不是我想的这么好，对还好啦，有很多的机会给我回去了。我差不多2年就回去了。我以前还想嫁去印尼因为我以前交不到男朋友当然想。我以为我没救了。我印象中上一次回去是国2吧，国1、国2左右，那应该是最后一次回去。然后在那以前，可能就是真的每2、3年就会回去一次。如果要当做居住的地方的话，我真的不会想要住在那边就是又就是生活没有台湾那么方便，然后又比较乱，比较脏。喂妈妈吃，喂妈妈吃，喂妈妈吃，喂妈妈吃。不要我不要。喂阿妈吃，阿妈吃。好大一口阿妈也吃。你看他不会都是不行，这里不能。现在是我工作的地方，我现在有一个工作是摇滚芭比的导演助理，然后现在是我们进馆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来做彩排等等的测试。在剧场导览吗？对啊，慢慢做。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知道，你们会有追光跟follow spot 会在你身上，一左右各一只。
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 Hagrid 的小房间有一个黑色的空间。我从小到大就蛮有表演欲的。我妈说过，我还幼稚园还没有印象的时候，她就说我会去钓虾场的台上唱卡拉 OK 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一路国小就参加朗读比赛、演讲比赛，然后到高中玩社团也是那种表演性质的社团，现在已经很少了，就是康复社。我以前是康复社社长这样，然后就一直都有表演欲在身上，可是没有想过要把它当做未来的道路。只会换气管。 OK， 好，只好。OK， 好，好。你说什么？但就有一次，我的高中同学他就很兴奋的跟大家分享说：“哎，我要考戏剧系，我要去考戏剧系。”然后我就想说：“哦，戏剧系，艺术大学，好像蛮适合我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做？我就想要做做看。”然后我就瞒着我爸妈先报名了再说。然后我想要考的学校没考上，然后就进入台艺。然后台艺读一读就，因为是在这个系里面。因为我想要继续待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自然就会主动去找到一些机会，然后身边认识的人就会给机会什么之类的，所以就现在还在这个圈子上面踏着。所以你刚刚是在进行一个寻找？我从大学开始，就除了演员之外，还会做幕后，但其他时间主要做的是灯光组员，就是舞台上面看到的所有灯具都是我们灯光组员挂起来的、做测试的等等的。那我会做这件事情，一方面是钱比较好赚，案子可以直接比较稳定；第二方面是可以待在剧场的时间比较多。我只要在这里待的时间比较多，我就可以认识到比较多的人，然后让他们知道，其实我不只做灯光，我也有做演员。他们有留个印象，都是一些人脉累积，所以主要是想要待在剧场久一点。没看到信号。哇，真的假的哦？哎，你们那里跑来跑去从那边走过来，感觉超远。有了。超远的，台上下。我们是进场已经快要1个礼拜了，可是演员今天是第一天进来，所以要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确认动线，还有哪里可以休息这样。这个有声音吗？有。哎，金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就听监听？有没有可能就听监听？对。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吗？一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我喜欢的事，然后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一些成就感，然后我做这件事情虽然钱不多，但我是快乐的。我以前就知道我喜欢被看的感觉，我喜欢在大家面前的样子，对。懂挂场。讲话走音，今天第3天。什么全天叉的主机，该吊东西的天叉，这个2.8吨的，齿轮坏掉，维修要把它拆下来，要重新插过啊，都讲哎，被阿索比太大了，这样会不顺啊，会没有好。来台湾当接聘伫个铁工厂会好个啦，做水上的工厂做过学徒啦，啊，做到当做兵转来，我又到这去做2年啊，这样出去做配用工作，做铁工的。
佢冇法度啊，我答應啱嘅個來照顧佢，我都盡係啊，都變成到台灣人嚟啊，係嘛？啊你做來台灣定居都冇相干，冇相到多陣去印尼hết嘅啊。印尼有台灣的差別，就講呢片過好尋條路啦。嗰時候你愛做唔講冇條路好做啦。嗰時候泰國、印尼、菲律賓嚇，嗰我來嘅時候20-30年前，日本嘅日工作要尋日工作，當好尋啊，唔會有咁困難。愛學啦，冇讀到書，你就要靠技術啊，係嘛？而家年輕人冇愛做嘅，當垃圾啊！佢很些時候有看過啦，睇都冇看過嘅。佢像地腳吧做鐵工。我不會抱怨嘛，哎呀，不要讓他知道外面的辛苦啊，他才沒有壓力，是吧？那你是好爸爸。啊，還好啦。我從來沒有擔心過我爸媽，只有在我爸，因為我爸的工作算是比較高危險性的，對，所以我爸偶爾之前有幾次什麼工作會受傷或什麼的。那我就會非常擔心，然後想要回來看，但偏偏那種時候可能還真的會身不由己，沒讓他回來。對，除此之外，我覺得我爸媽過得蠻好的。好，或是其实但机头对我们都能看得到你，所以不是那個動畫，那動畫都會有走出來之後才會是接動畫，自然說它是非成。OK。哦，這是不清楚啊。所以剛副導演，然後跟我同職位另外一位助理。他們兩個都很精明，他們兩個有點像是我們的哆啦 A 夢，因為他們就是我覺得導演助理的職位有點需要在排練場裡面會很多東西，還要會 Q 音樂啊，然後隨時要補什麼東西啊，然後有時候還要帶台詞，像昨天他就因為我沒有空演員來，那我們要看有一些燈光的時候，他還要記得某些走位，然後去走一走啊，或者是去帶一下台詞啊什麼的。他可以甩，他可以大力甩。我正式的職位名稱就是導演助理，那主要就是幫助導演處理一些導演不需要處理的雜事，或者是沒有人處理的工作，像是幫導演跟演員記錄他們在排練之後的筆記，然後把筆記整理成日誌，給不管是演員或者設計部門需要看今天排練的經過，就會參考我們的筆記，或者是在排練場正式開始排練之前，把排練場塞成等一下演員一上場就可以工作的樣子啊，或者是因為正式排練的時候不會有樂手老師，所以我們就要把他們錄好的音檔當做音效播放，在正確的時間來播放，這樣。有時候也是會跟我們討論他們的理解是什麼，因為我們的劇組人比較少，演員就只有2個會來排的，然後就比較有時間可以去問問看大家的意見是什麼啊，或者是我們因為我是副導和表演指導嘛，所以一開始有工作坊的時候，他們也都要下海去跟我們一起這樣子表演，一起做一些練習。我們上次有合作過一檔，是我們2個都是演員。但是比較特別的是，它是一個線上演出，所以我們排練的時候從來沒有見過面在排練，我們都在家裡電腦前面在排練，有一點奇怪。對，像見網友。對。其實慶他一直想要當演員，他走這條路，你覺得他有這個特質？Of course，當然啦。以前我都會覺得說，演員一定要長得怎麼樣，演員一定要有一個狀態是什麼。可是現在因為不同的媒介產生，那你要當演員也是一種創作。我只能 catch 到他的特質是，我覺得他的理性的部分很發達，他分析事情啊，或者是要講
我觉得跟他的那个在剧本杀对，在剧本杀工作的那个脑袋啊跟状态也有关系，因为那个演出同时又要管理观众们，所以我会觉得他好像很有这个特质，很有对于人群是有办法的。哈哈哈。就要开始。对，再过1分钟。你的需要你的什么？然后房间里面有备你们2位可以喝的水，然后有粉色跟黑色，粉色是给 Heavy 喝的，然后黑色是给 Z 喝的。上面吸管每天都会换，所以就可以直接吸就可以了。好，哎，好 ，OK。你这样是 Blackpink。你们是 Blackpink 没错。我刚一直很怕我自己错到底谁是谁的。有一点我要碰到什么？我觉得在下午的时候在线上排练，在排一个独剧，然后那个独剧演出就是上次抠我时间，然后又把我解掉的那个剧团，那不是很久以前吗？然后他后来有一个新的演出，然后又找我回去，然后但是跟我接口的人是不同人，所以整个变得比较顺利一些些。你台语是 OK 的，对不对？因为那个读剧要读台语。哦，真的。然后我今天下午在排练的时候很痛苦。OK， 他们原本没有跟我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然后昨天才给我剧本，然后今天就要排练。但是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是拥抱的。我们平常都很晚才会休息。因为我们大部分工作时间结束的时间，如果在剧场工作结束可能就10点，然后回家收拾等等，11点到家，然后我们的生活才开始，那可能就会2点多3点才睡觉。这是我室友，也是一个剧场工作人员，也是一名演员。大家好，刚好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团里面同一个演出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现在的确算是同一个单位的人。对，因为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 hold 着状态，所以真正下班之后比较能做一些自己的事，跟就是耍废这样。抱怨还是聊天、聊工作，都是下班之后回到家的事。你看我今年才演1档戏，其实你也是大大小小戏都有演过，不是只有演小的。对，那做音乐剧，然后作画后面才慢慢练会的。如果说演员案子的话，其实像我今年演的舞台剧只有1档。对，所以我可能还是要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来，好让我做演员这样，所以就是蛮辛苦的啦，对啊。同温层，所以会互相取暖。对啊。这样讲起来有点太可怜了，但是对，的确是这样子，没错。就是确实我们就是真的会比较辛苦啦，就知道真纯做演员的话，可能会饿死。希望以后可以这样，希望，这都是大家的目标，对吧？我这几年比较就是有接电视啊、电影，对，但是虽然还有配音，对，虽然说戏份不大，但是我觉得有慢慢在往那边去这样。如果可以，我觉得会推荐他。会吗？我会推荐你啊。我要哭了，白痴哦！我哭了。就是你真正遇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几年好像他转行可以做什么？因为我不太清楚他读这个系他出路有哪一些。他可以跟我讨论，可是我不会自己跟他讲说你可以去干嘛。有宝宝。我觉得他有自己在找很多出路啊，他有当家教、剧本杀，然后有演员，这已经很多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他很忙，他要跟他约什么，他要先看他的那个记录的那个哪一天有空啊，所以他要干嘛跟姐姐要很早先说好，就这样子。所以我说觉得这样每天他忙的身体就没有顾啊什么那些哈。就是这一集讲我这个新2代的故事。而大家看完其实不会知道我是谁啊，也不会记得我这个人。但是总之我觉得我在里面学到蛮多的。
早安。哦，对，今天比较早起床，平常没有那么早，平常会睡到快中午吧。但因为有工作，等一下要去剧本杀那边工作，所以就得起床。我们12点的茶。对啊，但我们可以提早过去布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反正你现在上班嘛。我刚刚就在想，不是，我昨天在想说，反正兔婷怎么样都在上班，那我要提早布的话，应该也是没关系吧？现在这一份工作是剧本杀游戏主持人。所谓剧本杀是一个什么游戏呢？就是最近3-4年在台湾开始流行起来的游戏，主要是会有一群玩家选择一个故事，在故事当中扮演一个角色，那会有角色剧本，你要把自己当成那个角色去完成整个故事，可能有推理，可能有恐怖的东西，可能有生离死别，然后很哭很惨等等之类的，把自己当成角色一部分去经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然后游戏主持人主要就是帮助那些玩家进入状况，然后推进流程的发展。早安，女鬼小姐。早安。母叔，你在修除湿机？对。那个刚公关场结束了，然后现在兔兔在那边员工训练。好，麻烦你们了，谢谢。啊，这是我们老板，对，他叫母叔。我们平常就是不会叫老板，叫母叔。刚刚有一本里面没有纸，哦好。我们现在在呢布置场地，因为我们每一个包厢里面可能会有时候会不止一本剧本开在同一间包厢，所以会在每一场结束之后把包厢清空，然后下一个要来的人再把它布置成你要的样子。然后在我旁边这一位呢是今天的第2位主持人，因为今天选的剧本是需要2位主持人的，所以他等一下也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今天选到的剧本是贝多芬病毒，它是一个2战时期的故事。那详细的故事内容发生什么事，可以等一下开始之后会跟着玩家一起做介绍。要讲起剧本杀的缘起的话，其实真的源头是美国啦。就美国他们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像是《龙与地下城》那种感觉，他们就一群人坐在沙发上面，然后一起说一个推理故事，然后大家一起把那个推理故事推出真相来，那是最原始的源头。但是后来中国学到这个东西之后，把它改成现在类似剧本杀的样子，开始有人写剧本，然后安排桥段，有主持人，然后有除了推理之外更多的其他事情发生。然后台湾就学了中国，把这个东西开始慢慢的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吗？有发扬光大吗？带进台湾。带进台湾。我们现在要换衣服，因为我们主持人在游戏当中也会扮演角色，所以我们会需要换比较适合的戏服。我开始接触到剧本杀这个工作，主要其实要讲回我的上一份打工是桌游店店员。那我在桌游店店员这件事情做了差不多，我觉得可以够了，我要换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之前其实就听过剧本杀这个游戏，但我没有玩过。那有听说过这个工作好像蛮适合我的，所以我在还没有玩过的情况下就投了履历，就来面试，然后就入职了。
大家早安。好，6位都到齐了。第一次玩剧本杀的朋友举个手。OK， 有2位。那等一下可以放下。我等一下会做个简单的剧本杀的介绍，那方便你们进入游戏当中。我是你们今天游戏主持人，我叫布鲁托。好，游戏过程当中，因为有在酒店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对游戏教学跟流程介绍算是蛮熟悉的。所以我大概看一下，知道我等一下怎么介绍这个游戏之后，就开始看那个游戏背景，然后我就把它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了。所以就算我没有玩过，但还是上手的介绍了这个游戏。放你们的随身物品，包包、外套等等的。手机如果不需要，也可以放在里面。那如果你有水、饮料、食物，可以直接放在桌上是没关系的。随便找个位置先坐下，等一下才会分角色。现在时间是1940年，在柏林的夏天。你们呢是马尔斯上校刚刚讲到那位将军的好朋友们，为了庆祝德军先后的胜利，所以被邀请来他家的宅邸做客啊。所以大家今天的身份是德军的一份子，请大家记得。以上6位角色，我们今天刚好3男3女，所以应该没有要反串。男生都在这边，女生都在这边，大家可以直接选择你想要的角色做下去就可以了，给大家自由的做选择。好，你要卢卡斯那就坐着，2位剩下佩恩跟我们舒克。如果各位都已经准备好的话，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开始阅读今天的回忆了哦。回忆的过程当中，也会请大家更衣，我们要到外面换衣服。同时，因为我跟其他主持人的不同，可能是我有戏剧的专业，所以之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主持人，相比之下可能会比较容易上手，跟带的比较自在。那玩家们的反应也会蛮喜欢这样的风格的。过奖了，哎，不过就是小小的装潢嘛，那么大惊小怪做什么呢？来，别摸着那壁纸了，过来吧。其实有蛮多剧本杀的前辈跟我说，我太晚进入这一行了，菜都被别人分掉了的感觉。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有蛮多所谓的老玩家，那些老玩家们都是死忠粉丝哦，就他们只要认定了一个主持人就不会跑了，对，只要那个主持人有什么本，他就会去玩。对，在我进入这行的时候，那些老玩家们好像都已经认定好其他的主持人了，所以我要吸引到新玩家的注意力就比较难。抱歉，小姐，我只是不想扫大家的兴啦。对啊。可是听说您对战争也是。好了，乖女儿啊，不要对主教大人无礼啊！这些事情都是我在做助导的时候告诉卢卡斯的。亲爱的马尔斯，我听说赫敏小姐的身体似乎不太好。我觉得还是人格特质吧，就像我讲的，其实很多的主持人他其实偏向是完全纯演员，那他们其实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们希望他们表现东西做到最好，但是更多的像发想、企划，然后像是我说的编导演这个部分，那真的要有一些比较适合的人才有办法执行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布鲁托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其中一位这样子。哈兹先生，哈兹先生怎么会在里面？哈兹先生好像看不见。哈兹先生，你还好吗？请各位稍坐。进公司才认识布鲁托的，对，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他是一个还就是蛮值得信任，而且就是做事也很稳妥，对，然后在表演上也非常有才华的人。我自己觉得是他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想要的东西，有非常强烈的目标，对，而且他会很努力的去达成它，所以跟他工作起来。有时候当然就是觉得有点不爽，但是会被他刺激到，对，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非常好，工作起来是非常顺利的，对，因为就是沟通非常的有效，这样子，对，而且因为就是他脑袋也非常的清楚，对，不是只有表演是厉害的而已。你是谁啊？哦，快！发生什么事？各位。里面那个人的身份我会调查一下。不过，实验室目前也打开了，说不定里面有一些跟马尔斯上校的事情有关的资讯，也可以去实验室里头看看。那外面还没解开的，记得要先把它解开啊。我从事剧本杀游戏主持人这打工，大概昨天才刚拿过工资，2年7个月这样子。
那因为这份工作其实弹性很大，就是我如果有接到其他案子的话，这边是可以暂时请假的，然后排班也是2个礼拜排一次，所以在我调度其他工作跟事情上很方便。这边的薪资就比基本薪资再高一些些，因为每个主持人的能力不同的关系，所以会调薪。但是能不能负担我在台北的生活，就是如之前其实蛮常讲到，就是 OK 过得去，但是要买奢侈品的话，先放着。我们先讲场布，场布的部分，外面就是帘子以外的地方，你们看到的其实就跟平常我们要准备的剧本一样。剧本，然后位置是。其实，在我们这边的很多人都是有演员的这个梦想，但是受限于可能台湾现在的这个演艺的发展的环境，其实是很难找到一个比较长期或理想的工作的。那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可惜。那我也是一直希望我们这样的产业可以在他们这个圆梦的路上可以扶持他们一把，帮他们一把。我们在这边的人才很多，他们互相彼此之间的鼓励，然后彼此之间的扶持或者学习，都会让他们更进步。那个护士帽，它会需要用回纹针或是小黑夹把它夹住。好，然后单面眼镜就先不要给他的，然后拍照的时候拿出来。好，然后一个咖喱猪排带走。猪排啊？有收据可以开吗？好，谢谢。平常在外面吃一餐的话，大概100多块左右。其实也要看，就如果我午餐、晚餐、宵夜都有吃的话，就差不多这样。但如果我一餐没吃，下一餐预算就可能就多一点。我妈妈都说吃的不能省。这是我的家训，从小贯彻到大，我一直放在心里。谢谢。就是担心他用钱费用比较高啊，又要租房子啊。如果他赚钱啊什么刚刚好的话哈，他会怕他就省吃，什么都省，一天到晚省吃什么，怕他这样子对自己身体啊怎样？不管怎么样，你省其他你可以省。你吃你尽量不要省哈，如果真的有缺什么跟妈妈说，就这样子。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一出去从来没有一句话跟我说没钱，说他缺钱，从来没有。欢迎大家来到我在台北的租屋处。我们这边是跟室友租一整层啊，所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住。我们5个人在永和已经4年了，应该是4年，对，4年了。对，有换过阵容，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些人。住在台北真的太贵了，所以那时候刚毕业又赚比现在还要少一点，所以就选择住在一个去到台北骑车方便，然后租金也没有太贵的地方。贝贝，这只猫不是我的，是我室友的。是室友最近在高雄工作，所以请我照顾他一段时间。我现在在台北的工作，其实薪资算蛮不固定的，因为毕竟自由接案，所以如果多的话，我也有1个月拿到7、8万的；那少的话，也有可能1个月就2万出头，对，就会有一个浮动在，基本上生活都还过得去。然后租屋的话，我这边房租是7000块，不算是太大的负担。那有时候像疫情呢，我就怕他，像他姐姐说他没有收入嘛，我说妈妈先给你一点钱放你邮局，没关系，你自己有钱你就没用到没关系，妈妈帮你放进去，你需要你就拿。可是我慢慢发现，
我偶尔会去刷一下本子，完全没有拿来用。代表他，我就代表他应该还可以。好，如果我一放下去，他用光光，代表不行了，这个小孩子已经不行啊，我还大概知道，就这样子。哎呀，担心啊，当然会担心啊，有什么那个当然会担心啊。主要是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不管是有没有接到案子的时候，都还是蛮快乐的。尤其是有案子做的时候更快乐。当然，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会一步一步的感受到压力。但是目前我这个年纪还没有决定要放弃。我其实平常工作忙归忙，那如果有空闲时间的话，我尽量让自己穿插一些运动，比如说健身或是攀岩，或是去跑步。不只是身形，还有体力，也都是要成为一个演员需要具备的东西。当然，运动也是休闲的一部分嘛，就是它也是我喜欢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放松的一部分。暴食就是一个很挑战自己的活动，然后我也是因为觉得它有挑战自己的成就感，所以蛮喜欢这个运动。很多人会以为它只用到手，但其实它也要用到蛮多脚的。如果只用手的话，很快就会累。对，核心也要出力。像这一面墙比较平，这一面墙比较斜，所以一样的路线放在这一面墙的话，核心就会出比较多力，因为你要把自己钉在墙上。手长脚长的人有他们的优势，手短小短的人虽然比较少，但也会有我们的优势。对，我有一个老师就曾经这样跟我说过，我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编剧老师，他就看着我说：“庆泰哦，你长得很好，戏感也不错，但身高我真的帮不了你。”我好像不是会想那么远那么多的人哎，但我曾经有一个，我之前就是在别的攀岩馆遇到了一个其他岩友，他就是我们在卡关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想着怎么样结束，你要想怎么摸到下一颗石头。”我那时候瞬间觉得，哦，好有道理哦。但我应该只会把它放在攀岩上面，我不会真的带着这句话想说，我的人生也只要想着碰到下一颗石头就好了。主要对未来的规划，当然还是希望这条路可以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但是现实面当然还是要得考量。我每年接的戏有没有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容易接到戏？那如果有的话，代表我在走上坡嘛。那既然我在走上坡的话，就先不要放弃。可是如果看来，那可能2-3年都一直维持在同样的水准上，然后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的话，那可能就慢慢的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对，但是现在不想要。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拍手？不是，我就听到啊。哦。目前没有，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其他可能性哦。那个爱哭的姐姐来，你支持弟弟吗？我一直都支持啊，因为我要哭怎么办？我不知道，平常我也会哭哦，我不知道。不是因为妈妈会一直跟我讲说，担心弟弟在台北很可怜啊，吃不饱啊，穿不暖啊，没有东西啊。然后我都会一直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他已经成年了，他自己做什么，他自己会为自己负责，他赚到的钱自己也会想要怎么
规划，不要欠钱就好了。你不要一直说他可怜，因为他是在做他对啊，我一点都不可怜，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可怜。我觉得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快乐，就算他。那所以说你是用行动支持他，还是用金钱支持他，还是说？金钱在我以前还有赚钱的时候，他生日或是之前疫情，我有问他说要不要帮忙，因为他疫情他可能他演出比较少什么，他如果要帮忙，他可以跟我讲，我就会帮他。他生日我也可以给他礼物，他爸爸妈妈这里我也可以帮他讲，他快乐就好了。爸妈没哭，女儿一直哭2遍。他哭得好丑。秀秀，去秀秀，给妈妈秀秀。在演员这条路上面，我当然有自己的坚持。然后我爸妈目前，他们真的怎么想不知道，但他们至少是跟我说，他们支持我做出的决定。当然看得出他们担心，但是毕竟是我自己的人生，那我还是想做我想做的事情。对。那光复南路这个以前那里拢是草呢，30几年前呢，小时候很常去那里玩。那里有个C 大哥，就希望佢做得前則嗰半一條路啦，喺工作嘛，梗係我一講出嚟啦，都希望佢穩穩定定的應該好呀。那張專輯的每一首歌都是我寫的，那個八卦新聞很扯，對不對？我跟你講，我在幕後看着他們的時候，會覺得好羨慕。就會覺得我好想這樣去，可是有些角色會讓我特別想要去演看看。我可能會偷偷做一些功課，但我就是不會有機會，不會輪到我，但是就是偷偷做一些功課。說不定哪天誰知道呢？10年之後，就是搖滾媽要再演出，誰知道？Tommy knows this。應該要說的是，目前還沒有一個讓我放棄的理由。對，你動力一直在。但沒有一道牆在前面擋着，就不會停。對。我最近接到一個演員的案子了，但是它是一個小小的校園演出，而且11月就要演得很快，排練只有1個月，短短的。布鲁托你回来跟老大一样没有帮妈妈。他吃好从小没有进厨房的习惯，我进去只会帮倒忙而已。可能就有点，觉得可惜，我会哭那就哭啊！你不知道去日本玩了？只是太小了，很累啊。不要带他去了，把他们放在这里啊！